是阿翔。嘿，专家有地位就是恁兜有5个人。来，阮遮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最3万块，你炸登去。先来欢迎咱的来宾，嘿，两位来宾上的，你先介绍你这边。我这边的是咱的金钟有着顶哦，拢着金钟奖的哦。今日来一个对不对？嘿，恁金蕉有着顶。我金蕉，我爱食金蕉，我嘛爱食西瓜。好，来金钟有着顶的是张兴玲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少的双生啊，妹妹。相信嘛，看者，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有型。哎，你今日可能无法度，甲咱两个缀落去吼。不要紧，咱等下另外补。另外补。啊，今日要来了挑战咱3万块奖金。对。我甲你讲，我的朋友足厉害的，是，我这边会足厉害好，的。你即摆先介绍第一位我的好朋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叫做夏青酸。夏青酸，我是安尼念哪等下请教咱老师教。对。加油！嘿，啊，来另外一位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叫做罗小琪。我感觉伊要摕迄个奖金，敢若足困难的名。我嘛感觉。唔过袂咧，我感觉伊讲台语讲了袂歹咧。真的吗？台语讲了袂歹。将要来介绍一个新的戏哦。新的戏。是如果音乐剧团的戏。嘿，罗密欧甲朱丽叶。会使讲华语，无紧张，免紧张。罗密欧与朱丽叶。第38巧大戏，当时报出。 10月19到20，伫咧阮台北的城市舞台。嘿，好，啊，另外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东晴。张当时。就可能是今仔日花油干啊，足厉害哦！以前袂晓讲台语，袂晓讲闽南语，按过伊去演迄个8点动伊哦，哎呦，足灵动。佮刷来这位是。 大家好，我叫做小文。嘿，我的好朋友拢介绍完啦，即马换另外一边的好朋友，来，昂多拉西啊！昂多出来问奖金认证啦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我在听众朋友，到底观众哟，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好，阮这队呢叫做问奖金认证，一看就知影内底。 拢是赛客人车哦，我内底水的水，老的老，少年的少年，牛赛车牛赛车。该谁姐像哪位啦？昂哥，我要问你是，你进前敢捌有赛过客人车？我赛过客人车，我赛过拖拉库，我赛过货车，我什么车冇捌拄过啊？人生的经验真多就对啊啦。但是开客人车是真辛苦的代志，对不对？对。 因为咱这个文华先生啊，文迪先生，文迪，哎，我是知哦，文迪先生，敢若开客人车开超过40年以上，是，规家靠啊，拢敢若靠迄台车吐规台湾，全省每一条路无一条伊唔知影。我真系拍无啊的，辛苦。啊，第2位呢，你来看嘛，哦，韩子捌看过我，叫做韩子，你写啊你叫做韩子，歹听，好人好人讲的。你国语嘛叫做韩子，台语嘛叫做韩子，国语叫做韩子，闽南语叫做韩子，是安尼吗？笑什么意思？那个名你用笑到安尼，来，国语迄个叫啥？国语迄个。笑酒，这嘛酒，香强哟，笑雄。迄嘛是咱新的问奖啦，是现在这大车队内底，算讲这小鲜肉，是，可能是呢，伫开车时呢，敢若载查某囡仔，不是载查某。现成辣妹啊！啊，有当初伊希望讲哦，开客人车会当开出一大好姻缘呐。哦，对啦，嘛是客人啦。啊，来载着钟欣凌，一般都无载较济。这是算新兵啦，是张新红先生，是，对，今年你甲看卖啊，差不多50几岁。哇，我30。
30万了，哦，少年啦，你看，咱等下，因为你要赶时间嘛。我无，你无看，你看咱要继续讲。唔能讲出来。我是讲，咱私底下顺到落岛。咱私底下是咱讲啦。好，咱今晚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好，所有台语的问题啊，问咱的这个罗光成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。台语真趣味，接讲会当互你食饱字。这想要甲老师讲，按两句吼，迄台语讲甲溜溜啊，哩哩啦啦。嘿，家己的名都袂晓我讲。不要紧，等下老师吼随时会插播。嘿，甲咱教育。这样就对啊。讲正确的答案啦。咱即嘛，什么话拢莫讲。好第一回合 start。统计排行榜用轮流回答的方式进行 ，A 家庭回答了后换 B 家庭回答，答案若出现伫咧排行榜前5名，就会使得到分数。两队每一条题目有2摆错误的机会。哦，真正是王饼王先饼先啦吼。真正即嘛两边拢足厉害。嘿嘿嘿啊，拢知影规矩啊吼。知吼，好来，咱即嘛手先放伫零的来，回答需要。好来，上个请出题。请问2019年上侪人讨论的台湾电视剧前5名？哦，请手答。哦，奖金面登这边哦。我要紧，伊来是唔知影。安哥哥来。真歹势，因为吼，咱嘛拄仔搬了一支真好的咱公共电视的大戏，多一出，叫做《咱甲妖的距离》。来加什么？我们以后的距离。咱个腰吧。恶啦，咱甲恶的距离啦。嘿啊，咱甲恶的距离，距离咱甲恶的距离有啊无？是有啦，两位演员拢伫这边。对啊，恭喜，恁这队吼得到20分。第二名，好，刷来来，大时代吗？大时大时代，大时代，好，咱来看者，大时代有啊无？差一点点嘛。哎呦，第5名以后的啦，你来看题目嘛，是。前5名的嘛。知啦，都是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、第4名、第5名嘛。你大时代第6名嘛。那也安尼啦。不是，为着大时代，咱即马先休困者吼，来，你迄落你已经错误一摆，嘿嘿咱搁想大时代第7名，我这的排名是第7名，对，咱是第5名。好来，咱即马看这边问其实若要看这剧情哦，较精彩的，较互人疗伤袂到。嘿，对。除了大时代，就是炮啊声啦。哦，因为8点档，所以讲咱逐工就通啊看就对啦。大家讨论到目前为止有8点档的，大概敢这几间啊尔。是，好，咱来看一下，炮啊声有啊无？来分数。恭喜阮奖第今天能得到47分。你是食我呀？我赢呀！阮总共有3题哦，你确定吗？来，咱就来看阮这边的朋友。查某兵，查某兵，查某兵，查某男，报道。查某兵，你记啦，查某兵，报道，嘿，查某兵你记啦。查某兵日记，好，咱来看一下查某兵日记有啊无？因为伊敢若伊有2集，伊有2出啊。第一出就是咱的报道，嘿，其实第一应该是日记啦，日记，罗贝在报道。嘿，对啦，哦，够厉害。够厉害，安尼无啊，你是一个机会尔啦。恭喜哦，金钟有着顶得到10分。好，来这边。你有读大学无？你有读大学无？哦，你有读，这嘛这出我嘛有。在罗东安尼啊？系啊。对，你有读大学无？系啊。好啦，系啊，新嘅。确定吗？你有读大学无？
你有读大学无？对哦来，咱来看者，你有读大学无？有啊无？哇！你讲有嘛？来，分数看一下。恭喜阮蒋真的当得到10分哦。哦。赢。哎，我呢溜开差足济咧。哦，差少60几分。所以讲，咱今摆来准备第二题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第二题来，咱手放在咱电的顶面，两边拢加油哦吼！来，上个请出题。请问查某囡仔上讨厌开车的行为前5名？我先讲一下哦，这不是伊家己开哦，是看别人开，还是安怎，不是伊咧开哦。吼，来哦，请手动。好，来，我这边。你怪啊你！你看开到老袂使讲。为着这无手大无去啊！系啊，手大无去啊！上机嘞，一定是迄啾啾迄个。来，紧嘞，红过来，红哥赶时间呐，嘿，红哥赶时间。我是无啥赶时间，但是我上讨厌人开车的时阵赶时间啦，无守交通规则。哎，哦，是查某囡仔哦，是你也是查某。啊，就乱超车啊，哦，啊有那打洞啊，你即摆意思讲乱超车还是打洞啊？两个拢有。袂爱讲一个。哎，头头就会使两个，我即摆袂使两个。你们奇因为伊迄名无说你，你知道？无说你哦。即摆我都唔知，无说你。唔遵守交通规定。无遵守交通规则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无遵守交通规则，有啊无？你这款你应该伤过大啦。咱搁较伤较细。好来，咱来看阮金钟有着顶。哪开车哪讲手机啊？哦，水，这绝对无袂当安尼，太危险了。无唔对，我来讲哦，阮选的开车开了足转的。算了。哎呀，阮哇，做司机老师。哎，我甲你讲，伊有一届开车在高速公路落大雨，我等伊车后壁困哦，我困开，我想讲奇怪，我目睭是迄个白内障还是安怎？我问讲，血清酸，我讲为什么你买用迄落？雨刷，好输啦，嘿，好输啦！伊讲，我想要试看卖，我当时才看无。在高速公路，我这一车呢，你有需要在这把时阵做这个实验吗？我怕死我！嘛是真危险嘞。我想在遐乌嘞。所以咱这边个答案是啥？开车的时阵袂使用手机啊。嘿，来，咱来看者，开车的时阵袂当用手机啊，有啊无？恭喜得到29分！又起来，好来，打洞啊，打洞啊，后壁人会走头前去。打洞啊，你对吧？以前有乌多摆有安尼坐啊，打洞了，哎呦喂呀！不是啊，看人啦。你安尼伊用要着来伤，你知？踮车顶你同讨厌行为是啥物咧？等一个转来看有啊无？咱来看者，雄雄打洞啊，有啊无？恭喜得到8分！哇，够厉害！这题你应该真厉害。这咱以前坐乌多摆拢足好的哦。哎，缘投伊说坐一个来。以前有乌多摆有安尼坐啊，打洞了，哎呦喂呀！不是啊，看人啦。你安尼伊用要着来伤，你知？是啊，哎，我的好朋友，咱即马讲的是开车，你这样坐多摆也要创啊？少年的时阵坐乌多摆啊。哦。啊，咱拢假啊，咱讲着对啊，摸着掉啊，有无？好，啊，你即马有答？咱即马有答？哦，有答，你讲。甲迄个 GPS 对呗。哦，甲导航对呗。导航对呗，也是讲话拢会使。安尼哦，嘿，甲完全来，咱来看者，甲导航对呗，有啊无？你开车的时候哦，
爱伫遐细细念的人啦。杂念，一直吹啊，伫遐我啊，这使安怎？啊，前仔佫拄着红灯啊，啊，这人无行较紧的安尼有。哦台湾的交通来遮乱啊，大家搭车搭到安尼。嘿啦，细细念啦，细细念，我都讲假名。好，咱来看者，你车顶直直骂人有啊无？细细念，哦，赢。滴细细念落15分嘿呢哦，恭喜咱的稳将一连长得了15分，哇，破爆！来，咱来看一半的朋友啦。超车，水北超车，竞猜巧巧，嘿，迄嘛是就歹这就一样的啦无好，还好，无修交通规则差不多对啊啊。啊无啊，阮这较仔细，阮这讲到重点嘛，你超车无就是超车，嘿，超车无打方向灯号，用无拍红灯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超车有啊无？拍谁哦？不要紧，你来讲者，食薰、食槟榔、啉烧酒，啉烧酒，食物件擦擦地安尼，哦，啉饮料，食薰食槟榔，食槟榔，食物件擦擦地，食物件就对啊。食物件就对啦。是。在车子里面开车。咱来看者，食这一定有的啦。有啊无？拍谁哦？有，食薰有第8名，互你又甲对档啊对档。对啊，无呢。无分啊，这边。我讲什么？喇叭按喇叭还是好车？哪一个？就是吼，我是开车啊，后壁的人黑白骑迄个骑喇叭，嘿，哦，乱骑喇叭。骑喇叭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乱骑喇叭有啊无？拍谁哦？咱爸是最强的，一个第7名，所以这下恁2条命拢无咯。对，不要紧，来，咱2条命先看一下分数。哦，目前为止咱的稳将一连长101分，咱的金钟有着顶53分。好，咱即马大家应该想要知影，这到底什么会是第4名咧？来，咱来看第4名的答案是啥话？哦，你把台车收我啦，就赛车无迄个安全距离，对。无，因为你一直甲我逼，我会惊你啦，会紧张。是啊，老师讲有要插播啦。好，来，老师请插播。好，咱拄则讲的吼，有一寡讲法吼，应该爱改一下吼。改一下。咱其实台语讲赛车较济啦。赛车。咱若讲开车吼，可能是讲火车几点要开车。哦。啊，毋是你咧控制，啊，你若咧控制吼，你赛迄台车，迄台车是你咧赛。赛。咱是讲赛车啦。哦，今年已经赛牛犁田了呢，吼。对啦，啊，过来迄个路况吼，我拄则听恁咧讲的是，拢个念做路况，这只念做路况。路况哦。嘿，对，状况啦吼，前方、实况转播。哦。啊，过来就是导航哦，台语要怎讲？咱若照字念做导航啦吼，啊，若袂讲请人报路。报车人报路，接翻过去就对。车人报路。哦，够对啊，够对啊。哦，谢谢老师呢，感恩。感谢，好，真好。咱即摆先进入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顶高机。手搭顶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台语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总共进行5条题目。来，手搭顶高机啊！哦，这真刺激哦。即马哦，咱一队拢有5个人对无？来排，照1、2、3、4、5安尼排，第1位起来。咱就来抢答哦，20分，到后尾18分，分数是2、4、6，安尼一直去哦。好来，咱拜拜。我见到阮凊彩。请来，来，咱就第1位的朋友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等下我未讲啊。系哦。系啊。嘿，手先放好好哦。伊的国语叫做芒果，啊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请手答。看大声，站下姐，山影，确定哦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是不是山影？进2杀，这题20分，来，换第2位千吉，加油！咱这边是韩吉，所以讲平常时啊，你若伫
车顶拢会甲人客开讲吗？会吼，拢讲台语也国语，拢有呢，拢有吼，啊，搁有台湾国语都会讲，做伙讲对啊。啊，你会甲因讲无？会啊，哦会哦。嗯。啊，伊的，你嘛是？无，我是细汉时阵甲阿嬷大啊，伫厝内拢会讲台语，啊大汉较无啥咧讲。啊，平常时啊，若是讲啊，伊条啊，啥物话啥迄你拢讲台语吗？刀啊啦啥迄？无，拢讲国语。拢讲国语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题目就是一只。来，咱请出题。哇！等下哦，伊的国语叫做奇异果，啊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搭。饲袂落去车啊！手搭。车手搭。嘿啊，这敢会当考啊？真正拢无人要摇一个哦。摇一个拜托的，拜托的。嘿，有可能我袂讲，我后边。嘿，哦，来，奇异果。哦，奇异果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奇异果？啊，不要紧，来，伊的叫这，你感觉阿嬷捌甲你讲过这叫啥？叫这。叫做。叫这。叫做。叫做啥？奇异果已经讲去啊！好，我知影。好，什么？西毛的果。西毛的果，哎呦！来，咱来看一下，老师是不是西毛的果？不要紧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到底是啥货？这个果子吼，原产地是伫中国的四川，伊本来名叫做猕猴桃。嘿，啊，咱台湾人吼，改叫做高头果，还是叫做高桃啊？所以讲是叫做高桃啊。哦，好，不要紧，咱阁有机会。第3位倩子。哦，拄啊40分已经浪费啊，这题60分。啊，我想今年两位金钟哦，应该有希望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嘿。哎呀，这承蒙你的金口啦，哎呀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金口是另外啦。嘿，啊，你即摆真紧张吼？我袂紧张呢。你无可能，无你我这边。奇怪，我大朋友。真正吗？不过阮的题目唔是西瓜呢。我知啦，我知。真正吼，酸的。酸的。会紧张。我就紧张诶。哎，你的酸哦，就是男孩子放流嘛，叫酸流。啊，是酸。后来呢，接下来看题目，请出题。厉害啊你！厉害啊你！厉害啊你！哦，伊的国语叫做香瓜，借问的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搭。跳到我知呢，哦，老神在在。你搁互伊留时间互伊，结果你搁不爱插我？嘿啊！哎，我是啥物？哎，我台语字典小百科呢。到底台语字典小百科敢会同意这题咧？借问的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车手搭。这简单你唔知哦。一般来讲呢，这芳瓜啊呢是一般人咧讲的，但是嘛有人讲这种芳瓜啊叫做美人果。你竟然知啊！我就是想要互伊。哎，我是啥物？哎，我台语字典小百科呢。咱这正确是不是叫做芳瓜？啊，若讲芳果是正确的啦吼，啊，另外有人改叫做梅洛，有人讲是莱亚龟。哦。其实伊讲法真侪种啦，米林啦，北部甲南部嘛拢无共款。无共款，是。我俩阵讲你啊！所以你搁跳到我知呢，哦，老神在在。你搁互伊留时间互伊，结果伊搁不爱插我。嘿啊，不要紧，其实大家拢知影，都啊答。来，咱即马看一个分数。无啦，你已经答完啊啦。哎，分数敢加者。来，咱即马看一个分数。恭喜阮将一年当得到60分。哦，好来，第4位倩子。
我感觉咱的镜头已经满，应该拢满。哎，你会紧张无哈？会哦，会吼，我们肥肥应该还好啦。我紧张咧，因为我第二题就袂晓，奇异果我就袂晓。如果你足够食呢？没，我足够食，我足够食，不代表我会晓讲啊。哎，我食我无喙通讲啊。所以看阮的节目拢知影讲知识是啥，就是讲咱拄啊讲的美人龟啊，什么货迄吼，所以讲拢知影答案是啥货。所以讲题目咱要出来哦，来，请出题。伊的国语叫做百香果，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请手答，请手答，请手答，请手答。我直接来迎接，嘿，来肥。百香果，百香果，直接翻到无想要安直接翻就对啊啦。嘿啊，这题80分，咱来看一下是不是百香果？老师是不是百香果？啊，其实念法有足侪种的，来这边，嘿，阮酱，阮酱啊，阮酱，阮酱啊，阮酱。嘿，来是啥？四鸡粿，四鸡粿，四鸡粿，鸡粿，四什么？四鸡粿，四鸡粿，四鸡粿，四鸡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四鸡粿，确定哦。四鸡粿，鸡粿，哈？四鸡粿，四鸡粿啊是啊，什么到底是什么鸡粿？你想甲我讲什么鸡粿无？四鸡粿，四鸡粿，高鸡粿，鸡粿，好。鸡粿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老师这问是不是叫做四鸡粿？伊拄则有讲到这个的答案啦，应该是四鸡果啦。四鸡果，但是伊有讲到四鸡果啦，所以当算伊正确啦。谢谢老师。来，等下。四鸡是什么意思？是四鸡哦，迄是对日本话啦，迄本来是标啊是时间叫做四鸡。哦，咱台湾人照日本话汉字去甲讲的。啊，啥会叫做这个名？因为你若看过伊开的花吼，伊个花型吼，就那像一个时间的，这个也是标啊标啊面。安尼。对。啊，佫有一个讲法叫做美女龟。美女龟。哎，美女瓜。哦，美女龟，美女龟，一定有伊的典故的啦。好，好来，你凊彩摇的也是安那？那个有人脱网了，有人脱网。对，有人脱网。安尼80分就安尼过来啊！来，咱看一下。恭喜阮奖一点钟得到80分。哇！好来，咱上尾一位倩琪。哦，100分的呢。哎呀，文迪兄，100分哦。100分。哎，爱把也无，吼。稳的，稳啦吼，因为有讲伊会赢嘛，因为台南人一定会赢。好，妥当的哦，无问题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哇！伊的国语叫做火龙果，就问伊的台语叫做啥？请手答。哦，稳的来哦，稳的来哦。加油！好啊讲。啊，结果吃掉一杯。来，回龙果。回龙。回龙果。回龙果。后来，老师是不是叫做回龙果？啊。发音无正确。歹势呢，文迪兄有希望啊。黑龙果。黑龙果。黑龙果，好来，老师是不是叫黑龙果？哦，这题100分。嘿，老师正确的念法是安怎念？伊拄则念黑龙果吼，嘛会使念做灰龙果，拢会使啦吼。嘿，啊嘛人讲做麒麟果，啊嘛人叫做红龙果，吼拢会使讲。恭喜咱的稳奖一点钟得到100分。好，来请回。咱的稳奖一点钟341分。哦。咱的金钟有着顶73分。嘛是算真巧啊啦，所以讲啊，咱即马就爱带咱的稳奖，咱同齐来去全家抢奖金。全家抢奖金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家庭内底派一个人回答，答案正确就会当得到对应的奖金。答案错误，另外一个家庭就有机会抢走这条题目的奖金。奖金上悬的家庭会使进入最后一回合。
朋友，即届恁无可能抢到啊，但是嘛是有机会哦。请我这边的好朋友，昂哥来队长请上台。哦，这音乐来的时阵你会惊吼？惊。好来，咱即马先看咱的题目是啥。上亲2000，鱼4000，水6000，鸡8000，西1万。请你选题。后边迄数字是上尾一个1万，迄个西哦，西1万块。亲应该是迄款小金的迄个金了。有可能是亲人啊，亲人小金吗？因为阮嘛是咱问奖吼，你要跟倒一个，紧的哦。对，这会使讨论。这当讨论。还是要价就是客停车啦，8000个是客停车啦。你若知影无听到，一定是纸啊，无因为人听纸哦。无可能是回家啊，听纸啦。对哦，啊，无可能回家啊，听纸哦。咱先价先好无？8000哦，价先吗？好来，8000啊，8000来哦。好来，咱来看价题目是啥？哦，请问台湾的客停车是安怎是黄色的呢 ？A 对美国来 ，B 投票决定的 ，C 以前黄色的车较少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客停车上早我伫开的时阵是无黄色啊，是红色的啦。就什么色都会使。因为我的客停车是红色的。以前什么色拢有？嘿，尾也改。嘿，是上改。文定兄，文定兄上改。美国。你有要紧无？你讲好波村，刚才在白机诶。嘿，郝柏村，投票吗？郝柏村迄阵讲要改，嘿，是投票吗？无，郝柏村宣布爱黄色的，伊宣布黄色的，嘿，郝柏村，伊是安怎讲？文定兄，来，一定美国来，美国来，投票决定的，还是以前黄色？是美国来，还是投票来，还是以前黄色的车较少来？你免遐辛苦，因为这个答案我知影。安尼哦，哦，到底是毋是郝柏村，我唔知影，但是我是感觉是大家投票决定要用黄色的。哦，是投票的吗？因为我开过客停车。是。我当初时我嘛是投黄色的。所以，真的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确定是。我客停车代言人投票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。B 投票决定的，对唔对？厉害厉害！美国客停车嘛是黄色的，嘛有黑色的啊。甲因无关系啦，因为伊当初那客停车足乱的啦，有黑色的，也有白色的，有以前的色是真的。啊，你管采集什么计程车有无？啊，内底个压力表有无？那车行又很乱，每个车行的颜色伊拢无共。路尾咱规定讲爱黄色的，投票出来啊，投票出来，黄色的客停车。哇，这种地线呢，地位，来，看你分数。阮奖金咱得到8000块。来，咱老师来解说一下。民国79年吼，咱的这个计程车的工会啊，甲百姓的这个票选出来，就是照民调啊，大家感觉讲黄色的较好，所以决定要用黄色的。有啦，有规定较好啦，无安尼乱七八糟，所以讲有规定是好的啦。好，来，咱来开始搁选，搁有4题，请选。戏好啊啦，戏，因为鸡是客停车嘛，啊是我搬戏的嘛。哦，啊你真衰啊你！你无啦，你做好运的，我是建议。你衰啊，最后边也衰啦。好，咱来看戏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戏的题目是啥？啊？形容唔甘分开的形容词18相送，是对某一出出名戏剧来。请问是倒一出戏剧呢 ？A. 四平贵甲王宝钏 B. 牛郎甲织女 C. 梁山泊甲祝英台。你有40秒的时间来。好困难，足困难嘞。嘿。你那演了足歹的。你安尼演了伤歹。演了足歹啊！差啦。安尼就有啊，安尼就有啊。演戏那会唔知咧。你假做唔知影。内心戏。金钟奖紧看一下内心戏，你下你要大哟。
牛诶，四边柜，王宝钏。是啦，是牛三伯甲祝英台。牛三伯甲祝英台，是，你确定？嘿是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牛三伯甲祝英台对唔对？哎，你实在有够高水，安那甲你乱拢袂要紧诶。我个家真好，足多年啊。稳啦，真正是先摆就是先摆，嘿。好来，咱看分数。恭喜哦，阮奖金连两，佮加4000块。万里啊，1/1000啊！哎呦，来，老师解释一下。啊，这个18小上就是这个祝英台要转去的时吼，啊，这个牛三伯甲送，啊，伫这个路的当中吼，行足久的吼，啊，这个祝英台一直甲暗示讲我是查某的，但是拢听袂出来，哦，所以这个传统咱戏曲内面的18小上。是。啊，这个四人贵到武川，这是讲做苦小含油啦，苦小含油18年啦吼，啊，那阮两这路是。一年才会当见一摆面，所以甲这个无关系。好，奇怪，这跟18吼，嘿，拢有关系物件嘛，遮多哦。无唔对，但是阮即马无要讲。好，来，请3题，各有3题。来，请6千甲1万。衰。你讲衰咩？你衰后尾啦，衰后壁，莫衰头前。对，袂当衰头前。对。好，请，咱来看请的题目是啥？请问，伫咧传统的礼俗内底，嫁娶食道的时，新娘的倒一位亲情一定爱坐咧大道顶悬咧。你对新郎啊，新娘啦。新郎啦，新郎的倒一位亲情一定爱坐伫大位顶悬。A 阿姨 ，B 阿姐 ，C 阿姑，C 阿姑。你有40秒的时间。你结婚的时，什么人坐呀？阿姐，这应该拢知吧？这你应该知影。对不？是阿姨啊，是阿姐啊，是阿姑。母姑上大。母姑啊，母姑啦，阿姑啦，确定是母姑。嘿，母姑。确定哦。我是我母姑。我无要等到40秒哦。好，来。好，真正有影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是毋是？阿姑。阿姑对唔对？来，恭喜阮奖金连等，佮加2000块。哇！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一下。啊，咱台湾俗语讲吼，天顶天公，地下无牛公，啊，所以伫个咱的人间内面吼，阿姑上大，啊结婚的时候，所以阿姑爱坐大位。剩2题，请3题。1万。哦，1万哦。好来，咱来看。题目是啥？这一定足困难的啦。对啦。请问乌龙世道这个词的意思是讲人无负责，讲话势来势去。安尼，这个乌龙代表是啥物呢 ？A. 姑 B. 是术啦，这马上叫老师来讲。C. 酒干啊。来，你有40秒的时间，是啥话？姑。乌龙。B. 酒干啊。酒干啊。哎，你跟我无共款，你知唔知？伊讲哦，乌龙世道，龙是一种动物啦。啊，伊头前叫做姑嘛。啊，乌姑呢？乌龙世道就讲乌姑世道意思共款。哦。所以讲你的答案是姑啦，乌姑啦。啊，第2要怎讲？老师底下你来问我。是啦。老师，你干嘛是第2个？乌龙到底是咧讲什么物件咧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，你敢知影？来，你有40秒的时间，是啥话？姑。乌龙。B. 酒干啊。酒干啊。哎，你跟我无共款，你知唔知？伊讲哦，乌龙世道，龙是一种动物啦。啊，伊头前叫做姑嘛。啊，乌姑呢？乌龙世道就讲乌姑世道意思共款。哦。所以讲你的答案是姑啦，乌姑啦。姑。A 姑。A，我就无念 A， 你佫记住叫我念 A。姑，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，姑对唔对？
1万块。啊，你来丢啊，迄唔丢呢？紧的哦，紧的哦。来，金钟有着顶紧的。来，好朋友，你有机会啊！其实老实讲，所有人拢感觉是菇，唔对啊。所以因为第二个，阮袂使晓念，袂晓念，所以阮感觉应该是酒干啊。恁感觉是酒干啊？确定吗？确定。因为老实讲，古世道吼，太行路伤慢啦，啊酒干啊，较踅来踅去，也行安尼啊。咱有当时有无伫迄落旋风转舵嘛？嘿，旋风。所以讲是酒干啊。啊，第二要怎讲？老师底下你来问我。细数啦。老师，你感觉是第二个？你跟老师泡茶啉咖啡好啦。这拢袂使讲话。老师，对，细数啦。我会使甲你讲，迄个第二个迄个物件叫做细数啦，但是我袂使甲你讲答案是啥物。啊，手干啊，干杯！我唔知。肥回转来啦。我讲，阮老师训练过，阮老师训练过啦。你也无讲啦，我看袂见啦。这来徛中啊。老师，我甲你讲，我暑假要脱裤啊呢。啊，袂嚟，啊袂脱裤。正经的啦。老师讲我会讲，要袂来，要袂脱裤。啊袂脱裤啦。你今日穿裙无穿裤啦。好来，确定是 B 还是 C？B。酒干啊啦啊。好来，伊个答案是 B。因为老师拄仔看目睭有种感觉闪烁，闪哦，你有看到伊的泪光哦。好来，咱来看 B 对唔对？比赛无公平啦，不要紧，咱拢食公平，咱拢食公平公开。来这边的分数，恭喜金钟有着顶，得了1万块。乌龙吼，就是四出啦吼，啊四出来种类足济啦，啊乌龙是其中的上大只的一种，啊伊会当摕来烧汁，啊定拢放伫桌顶咧烧汁，啊有诶吼，伊就伫逐个是伊会伫桌啊吼，踅来踅去，走来走去，啊找机会来攻击对方。哦。啊所以吼，有诶人就讲你拢有当闪吼，你拢无爱针对问题来应付吼，所以讲伊无负责任，我袂乱讲踅来踅去啊。哦，就是斗蟋蟀啦，就好温哦，谢谢老师，老师谢谢，好，好，马上谢谢红哥，你甲衰吼留伫咧上后壁，你敢是上名第4题就衰啊呢？别，讲衰落去啊！咱即摆看者，剩一题尔，咱看者题目是啥？人若衰，请问人若衰，咱拢会讲伊是衰尾道人。啊，这个词是为倒位来的呢 ？A 是一身新名 ，B 是台湾的鬼怪传说 ，C 是布袋戏的人物。你有70秒的时间，好好想一下哦。一身新名哦，这就困难。衰尾道人呐，因为布袋戏的时代你也袂出世嘛。嘿。你有搁要问文迪兄哦？文迪兄拢乌白药咧。要逼哦，我有跟你讲哦。啊，你即摆咧，我去过一阵拄好啊。布袋戏，布袋戏，你敢布袋戏什么人？你敢知？布袋。哎，我有印象。你唔通讲那个刁难啊，伊迄个年岁啊吼。哎，咱若个赢是2万呢。对。你那颗小揪姐大颗的黄少阳，你都没有在那个。想，黄少阳，想，你有冇在出只意见？你有无？无，无意见。你无意见哦，好啦。真正拢无意见，你确定是？稳定啊！布袋戏啊！我会记是金家仙呐。哦，你确定？金家仙呐。就布袋戏的吼。就布袋戏内面的人物就对啊。好来，你确定哦吼？好，咱来看者布袋戏内面的人物对唔对？赞！厉害！恭喜阮奖今天等加1万块。哦。啊，6000啊，快者，加6000块。你要出就对啦。阿翔出4000到1万。我咱即摆是买个哦。买个画价啦。来，咱来请老师来解说一下。啊，其实吼，这无讲倒一个确定的人啦，就是讲伫过去咧六合三甲段内面吼，
伊那咧剪的人啦，面顶有一个吼，拢会剑书吼，啊，但是佫剑袂死吼，人拢讲伊衰鬼道人啊咧，啊，所以讲若摆代志拢会衰咯，叫伊衰鬼道人。你虽然是上尾一个衰，但是你即马毋是啊，因为你看你的分数来。哎呦，阮奖金咧等总共得到2万块。恭喜恭喜！所以讲啊，咱来暂时后一个回合的，一日达千金。一日达千金，全家5个人合作写5个字，一个字正确就会当得到5分之1的奖金，5个字拢写正确就会当得到全部的奖金哦。一日达千金，合作领现金。哇，上诶，咱即马看者，咱阮奖这边吼，一支偌济钱？一日价值4000块。啊，毋过咱即马的题目是爱用写的几厉害啦？吼，袂讲介困难啦。来，有影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各位写的是蠓啊顶牛角。哎呦，蠓啊电牛角。蠓啊也太牛。好，来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蠓啊顶牛角，一人写一字。简单啊，蠓啊顶牛角啊，对无？你上无会使趁你2个字哦。是蠓啊，牛角角啦。对，蠓就困难一点嘛。台语字，嘿。你看，你甲看，哦，来开始，你开始讲，哎呦，安尼啦，对。我应该嘛唔知对啊，唔对，我嘛唔知。加油加油！嘿，规组拢用国语来写。啊，真正，无定着就是安尼哦。无可能啦。嘿，无，咱的文字就是安尼，无定就是安尼写。好啊，未？好来，一字一字来哦。一字一字显出来。好，蠓。哦。第二，啊。第三字，顶。牛角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啊，因写拢完全正确吼。完全正确。老师要示范啊，我来看一下哈。哎呦，顶。报写。角。哎呦，那再搞啦！我们这样搞拢遮厉害啦哈。安尼一字偌济？一字4000块。4000块。所以5个伊拢得总共2万块。搞到安尼啦！老师，你要甲阮解释为什么蠓是安尼写哈？啊，因为这字咱台语的音再念做蠓啦吼。你若甲写啊，因为这个字你若去查，伊嘛是真正就是定人的迄种虫的名。哦。咱有一种叫做小黑蚊吼，伊的正确的名就是叫台湾夹萌，就写这字。哦。所以啊，你若写蚊迄字吼，就袂当念做蠓。是。所以爱写这字才正确。啊，咱平常时咧写迄个蠓，伊个蚊，台语要安怎讲？你若叫字嘛是念做蚊。蚊哦。是念做蠓。老师，这蠓啊顶牛角伊有啥物意思哈？蠓啊顶牛角的意思就是讲牛角足定的吼，蠓啊是无可能甲定落。所以讲蠓啊顶牛角就是讲一个人吼做伊无可能做会到的代志，所以咱讲伊伫蠓啊咧顶牛角。哦，一个人做这代志无可能做到，就是蠓啊咧顶牛角。洪哥想要摕到2万块，真正是蠓啊顶牛角免笑。结果摕到啦。可怜，那阮即摆就要来去颁奖。但是你颁奖之前，我有一个疑问是，什么？是安怎？红哥，你也有写？蠓啊，这里对无？嘿，蠓啊。所以我大家吼，有当真啊爱亲力亲为。无唔对。咱定去蠓啊定的时阵哦，拢遮上的有无？嘿。啊，尤其这阵啊咧，这个因为高雄啊是家己，当然天空流行像登革热有。很高的。啊，我想登革热迄蠓啊吼，拢点点啊吼，迄乌猪蠓啊。我想这乌猪蠓啊到底是要安怎写，是要安怎念？我去显者，安尼写一个虫字，搁一个梦。原来这个念个蠓啦。所以讲，咱运气较好诶。生活上的知识，拢是你咱生活边仔看会到，啊，若甲注意一下，就有影拢知影。啊，关系这个蠓哦，真侪热起来话啦，像蠓啊入牛角，若讲是稳当当，蠓啊顶蓝。咱即马人这个观众哦，也讲袂煞，嘿，顶啥人袂当来？他是哦，你讲啊，无啦，后来我讲。哦，你这生气的，莫遐生气，有囡仔咧看。蠓啊顶，我先叫你看者，恭喜恭
万元。大家吼，恭喜恭喜！拢有啊，无？好，啊，咱这边，阮好朋友有什么话要讲无10月19、20在台北的城市舞台。罗密欧与朱丽叶。嘿，希望大家爸爸妈妈会当带囡仔同齐去看。是，啊，咱今日感谢咱的阿寻老师。犀利老师，帅哥嘿！所以一定要收看咱的专家有智慧。我大家口口吃百里。再见，拜拜。